大家好，歡迎嚟到財經策局嘅 podcast 啦。今日係4月10號星期四啦。琴日我段片出咗啦，係講呢個中美貿易戰之下，我哋見到美國債市突然間出現一個異常嘅狀況。甚至乎有啲外媒亦都披露係咪開始有啲爆煲跡象呢？亦都譬如我引述 Zero Hedge 講呢，有報道提到啦，似乎係中國減持咗大概500億美元嘅債券，引發咗債市一個波動。咁呢個係咪中國最後嘅殺手鐧呢？市場都有好多質疑。片段亦都得到大家支持啦，再次感謝大家。我見都有幾多留言呢，係講到有一個部分啦，可能我引述嘅時候亦講得唔太清楚啦。講緊呢係美國聯儲局可能因應而家因為貿易戰引發經濟衰退啦，會需要大幅減息，可能由原本預期嘅減息2次咧，增加到5次。有朋友質疑啦，如果聯儲局減息，其實唔係應該有利債券市場嘅咩？理論上咧，個債市應該係會受到支持嘅喎。其實我諗中間嗰個解釋咧係聯儲局影響嘅係一個短期嘅利率。你講緊聯邦基金利率，你講緊可能係1年期幾個月以下嘅，可能嗰個影響力咧會比較大一啲。但係而家講緊咧係因為外國投資者，特別係中國，係可能對再增持美債咧係缺乏信心。呢個咧係會引發咧資金係對未來美國債券國債嗰個安全性咧係出咗一啲疑問。呢個咧係會影響長債嗰個表現。所以我哋見到咧係最波動嘅情況咧係美國30年長債咧個息率一度係突破5厘，亦都引發咗市場對未來持有美國國債嗰個信心有幾大呢？我見有朋友都留言講緊成個美國債券市場嘅深度，講緊幾十萬億，而家中國只係持有大概7000億美元嘅國債啦。其實個影響力係咪咁大呢？但係必須留意，因為債券市場係一個比較長期嘅投資啦。一旦有任何巨額嘅一啲減持呢，其實引發嗰個市場震盪呢，係可能會比股市呢更加震撼。而債市嗰個影響呢，因為係影響住成個國家嘅利率水平啦，對經濟嗰個打擊呢更加係即時性，亦都可能會影響到嗰個利率水平。所以呢個呢係必須要留意住。我見今日好多討論呢開始係跟進琴日嗰個講法啦。到底今次大家留意喺星期三嘅下晝，特朗普突然間對嗰個關稅政策呢有一個180度嘅轉變啦，包括係對一啲所謂冇對美國作出報復關稅嘅國家呢，係暫緩呢個對等關稅90日。但係同時咧，亦都係對中國係加徵額外嘅125% 嘅關稅，由本來嘅104%。呢個舉動背後到底嘅理由係咩呢？包括 CNN 啦、金融時報啦，其實都有唔同嘅揣測，係咪因為美國債市真係出咗問題，而令到成個特朗普嘅關稅政策咧出咗變化呢？我留意 CNN 嘅報導都有提到嘅，其實包括美國財長貝森特咧，亦都係曾經警告特朗普咧，債券市場係出咗啲問題，似乎係需要關注到底債市嗰個變化。而喺星期三特朗普見記者嘅時候咧，我自己都有留意，佢自己主動講到咧，唔係主動講到，係有記者問佢美國債市係出現咗啲異常，係咪咁樣而擔心改變嗰個關稅政策呢？特朗普就話咧，佢其實有留意到債券市場嗰個變化，佢形容之前嗰日嗰個沽售咧係 crazy 嘅，係瘋狂嘅。但係喺經過一日嘅變化之後咧，佢講到咧係美國債券市場咧已經回復平靜，佢形容係一個 beautiful 嘅狀態。大家咁樣嘅講法咧，其實正正係代表啦，特朗普係有關注到美國債券市場嗰個變化。但係係咪咁樣而調整佢嘅關稅政策呢？
我相信個答案係 yes and no 啦，我自己可能比較劇場一啲，咁但係真係其實實際上冇人可以睇到真正嗰個理由，因為我琴日條片有提到話有報道可能揣測係中國減持美國國債，咁但係今日喺 Silver Hedge 亦都有文章提到呢，似乎由美元匯價、美元指數嗰個變化呢，亦都未見到話資金呢真係大舉撤離美國，因為美元指數雖然喺高位回落，咁但係過去一個禮拜亦都唔見得因為再有投資者因為要減持美債，令到個美匯咧係進一步下挫。喺咁嘅背景之下，到底係咪中國真係減持美國國債呢？呢個其實喺數據上亦都冇辦法去證實㗎，直到要美國國庫財政部係公布每個月嗰個外國投資者嘅持倉呢，我哋先至會知道呢中國到底持有美債出現咗咩嘅變化。咁但係今次特朗普突然間有一個咁嘅轉態呢，咁我相信幾個理由，一個頭先講係真係債市有一定嘅影響，而股市連續幾日大跌咗幾千點，呢個對特朗普嚟講呢，雖然佢口入邊話唔 care 啦，咁但係對特朗普成個關稅政策呢，都係有一定嘅影響力㗎。而根據特朗普表示呢，已經有超過75個國家呢係致電美國嘅代表機構，包括係商務部啦、財政部同貿易代表辦公室，就住呢啲貿易關稅啊、壁壘啊、貨幣操控嘅問題咧進行磋商，咁而尋求解決嘅辦法。而當中最積極嘅當然係日本啦，日本嘅首相石破茂已經係即時聯絡咗特朗普，亦都美國願意係派遣咧貝森特美國財長到日本商討。咁好明顯，其實而家就唔係講緊關稅稅率嘅問題，而係到底呢啲國家願意消除幾多貿易嘅逆差，包括係進一步購買美國國貨呢。咁呢個我相信未來美國呢、日本呢，亦都必須要咧打開自己個貿易大門，增加採購美國嘅汽車、農產品。呢個必然係會發生嘅狀況，先至有機會呢係令特朗普呢係放寬翻而家嗰個關稅。咁所以我頭先講呢，就係到底係咪單單債市而影響到成個關稅政策突然出現改變呢？似乎係 yes and no 啦。咁呢個好明顯呢，係視乎係一核籃子嘅系列因素。咁至於講到對中國嗰個關稅呢，特朗普形容因為中國唔尊重啊嘛，所以要進一步加徵一個懲罰性關稅。咁但係104% 同125%，我見香港有啲商界朋友都形容其實都冇乜意義嘅，根本上冇分別。對一個廠商嚟講，有乜可能佢個毛利會係100%呢？其實104同125基本上都冇可能去再做美國生意。基本上中國同美國嗰個貿易呢，將會係全面割席，呢個係已經無可改變嘅事實。咁當然特朗普就仍然留有一條尾巴啦，就話會繼續同中國係進行談判嘅。佢形容國家主席習近平呢係一個 smart guy， 係一個聰明嘅家伙。咁相信佢有智慧去處理。咁但係背後而家反映嘅係即係習近平本人係咪願意屈服認輸示弱而向特朗普尋求一個談判嘅要求呢？好明顯，我自己嘅評估呢係習近平本人咁愛面子，亦都因為佢要主導國家嘅領導呢，係冇可能喺呢個時候呢出現任何示弱嘅姿態，唯有係進一步繼續強硬落去。咁所以我琴日嘅片形容呢係一個死亡螺旋式嘅一個談判，雙方只會係不斷加徵關稅上去，而似乎暫時睇呢，即係用博弈論一個 game theory 嘅理論呢，呢個所謂一個 chicken game 呢，就其實即係兩架車喺高速公路上迎頭相撞，到底係邊個會率先去扭軚躲避撞車呢？其實呢個係而家發生緊嘅狀況，但係好明顯，無論係特朗普以至係習近平本人呢，似乎而家都冇意願呢係做呢個扭軚嘅動作。咁到底會唔會出現一個所謂車毀人亡、一個攬炒嘅情況呢？呢個係好令人擔心。而呢個對香港一個細小經濟體系，當然嗰個影響就非常之大。
我哋雖然話我哋冇關稅，咁但係其實我哋本身喺香港售賣嘅產品，未來係咪真係好似譬如中原集團施老闆講得咁樂觀？未來可以變翻購物天堂。我哋無論賣嘅 iPhone，我哋賣 Nike 波鞋，都係可以因為唔受關稅影響，而可以俾到外國消費者有個平價買入嘅機會呢。我又形容呢個講法係即係過於樂觀，因為呢啲美國公司未來點樣定價呢？似乎唔係單單因為關稅稅率，而係可能背後有一啲國家政策，以至係本身嘅商業考慮。咁我哋曾經見過，譬如日元因為日元匯價下跌，蘋果公司喺日本賣嘅 iPhone 呢，其實都要變相調整佢嘅售價，係抵消日元下跌嘅影響。咁同一道理，到底喺香港，純粹因為冇關稅稅率，令到香港嘅 iPhone 賣得平，係咪就會咁樣而繼續賣平落去呢？呢個我自己呢都係好大懷疑。喺咁嘅狀況之下呢，其實香港經濟我覺得嗰個面臨困局呢，甚至比內地呢係更加困難，因為香港亦都有聯繫匯率嗰個包袱，個利率政策上呢，我哋唔可能因為跟隨內地減息降準呢而受惠嘅。咁呢個無論對樓市、股市成個經濟呢都係不利影響。咁呢個係值得大家關注住，亦都會繼續同大家跟進呢個報導啦。咁希望睇到呢段片段嘅朋友咧，可以訂閱我嘅頻道啦，因為我留意到即係有睇片嘅朋友同訂閱咧，可能少過一半嘅。咁希望大家咧可以繼續支持我啦，咁令到可以更多嘅朋友咧分享到呢個片段。咁希望大家可以 like、share、subscribe。我哋聽日再會。